缓踏入你圣洁的殿，心中满是敬畏，不敢太严。你荣耀如光照亮我全人，我只愿匍匐在你脚前。你是烈火，也是慈爱，你是温柔中至高的主宰。我的心渐渐地敬拜你，却又渴望更靠近你。敬畏中倾听你主啊，因你曾经日复复，因你慈爱而靠近。你是我灵的深处所爱，敬畏中倾听你神羔羊，你是我生命唯一的光，不为恩典，不为祝福，只为爱你而亲近你。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的带领，让我们在这清晨的时光将心摆上，为了寻求主的话语，坚定彼此的信仰，也将主的真理实践在生活中。我是玉心执事，今天我要分享的经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18节，用圣洁安分等候主，用圣洁安分等候主。首先我来读1到8节。末了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已经从我们学到了怎样在生活上讨上帝的喜欢，其实你们一向都这样做。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劝勉你们，要求你们必须更加努力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借着主耶稣所教导你们的是什么。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，绝对没有淫乱的事。每一个人要晓得依照圣洁合宜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而不是凭着情欲，像不认识上帝的异教徒那样。在这种事上，不可以有对不起同道或占他便宜的行为。我们已经向你们说过，警告过你们，主一定要惩罚那些犯这种过错的人。上帝选召我们，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污秽中，而是要我们圣洁。所以那拒绝这种教导的，不是拒绝人，而是拒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上帝。分享：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，因担心教会的状况，就派提摩太去兼顾信徒。从提摩太的回应中感到安慰，并给予肯定。感谢主帮助信徒们效法保罗，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，仍靠上帝的信心坚持传道，活出美好见证。但因帖撒罗尼迦是位于海港边的繁荣商业大城，在此处淫乱、贪婪、诱惑、欺诈充斥，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罪恶的网罗，迷失自我，玷污了主的圣名。所以保罗语重心长，耳提面命，提醒信徒们，虽已有美好见证，
仍需继续努力，照上帝的旨意成为圣洁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更应该在关系上谨守界限，不让情欲之事伤害弟兄姐妹，让外邦人议论。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说：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心得，所以我们时刻要警醒敬畏，保持圣洁的身心，让上帝居住在里面，彰显他的荣美。若犯了淫行的罪，主必报应。因这不是去绝人，是去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。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心，纪念主的牺牲，领受主的教导，我们才不至于跟世人同被定罪。接着我们要来看第9节到12节，关于彼此相爱的事，我用不着写信跟你们讨论，上帝已经教导你们怎样彼此相爱，而你们也照着这教导对待全马其顿所有的信徒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仍然劝你们要更加努力，立志安分守己，亲手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正像我们从前劝导你们的，好使你们得到非信徒的尊敬，也用不着依赖别人的供给。分享，基督徒是接受耶稣而相信神的人，所以基督徒是一本行走的圣经，也是一间行动的教会。我们每日的言行遵照圣经的教导在生活，如同黑暗中一盏通透的亮光，时刻反映神的同在，活出美好见证，帮助人更认识神。保罗说要立志做3件事：一、安分守己，循规蹈矩，信了主要有好见证；第二，要办自己的事，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，把分内的事做好，才能够见证荣耀主的名，不要在外邦人面前丢主的脸。3、要亲手做工，不要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要积极进取，不论在工作、家庭、传福音上，恪守职责，尽心竭力。所以我们除了端正自己的言行，竭力保守身心的圣洁外，更要在弟兄姐妹间彼此相爱。因为在遇到很大逼迫跟患难的时候，顾自己都无暇，哪有力气看见别人的需要？保罗勉励他们一定要彼此相爱。腓立比书2章3到5节说：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约翰一书4章16节也说：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分享，所以我们服侍神要殷勤，不可懒惰，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立定心志，向着主所立的标杆前进。第二，我们要时刻宣扬神，宣扬那招人出黑暗，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第三，我们要时刻荣耀神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第四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有一颗敏锐的心，看见兄姐的需要，及时伸出援手
严肃。接着我们要来读13到18节，主要再来。弟兄姐妹们，关于已经死了的人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些事，免得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。我们也相信耶稣死而复活，所以相信上帝也要把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跟耶稣一起带去。我们现在照主的教导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些在主再临那一天还活着的人，不会比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先跟主相会，因为主的命令一下，天使长一喊，上帝的号筒一响，主本身要从天上降下。那时，那些信基督而已经死了的人要先复活，接着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都要跟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跟主相会，从此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。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安慰。分享，我们活着时照着神的教诲敬拜，活出谦卑敬虔的生活，学习付出，更要在百般试炼中仰望信靠，用生活来传福音。世界末了时，神将照着他的应许，叫我们死后的灵魂得以进入乐园天堂，并享受永生。我们的身心要学习跟随耶稣基督走过的脚步，过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的生活。借着圣灵的帮助，叫人得着能力，活出不会得罪神，也不会伤害人，又能叫人得益处的生命，也就是荣神益人。真正的信心是绝对相信上帝要成就他所有的应许，而且从不落空。约翰福音11章25节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诗篇30章11节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。我的结语是，我们要竭力追求，灵命日日更新，等候主再来。今天要分享的经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7节，上帝选召我们，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污秽中，而是要我们圣洁。分享，我们将来的荣耀是根据像基督有多少，这是神所定的标杆，是我们一生要向前奔跑的。保罗一生的努力就是效法基督，凡事与主相同，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以基督为生命，让他在里面活着，成形在里面，外面就显出基督的形象来。愿我们一生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，立志向主所立的标杆奔跑，等候主再来，同享荣耀。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时刻的保守看顾，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用单纯坚固的信来经历你的爱与恩典。我们要全然顺服仰望你的带领，竭力追求神的同在，也求你赐给我们像保罗的勇气和信心，一生都能火热地传递你的爱，追求圣洁的生活，不仅照着主的旨意生活，更要存盼望等候主再来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你是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天使都匍匐敬拜你，你
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全地充满你圣洁